透过会观众朋友咧讲小课，你透过我哋都准备好咧，你基本日会讲乜嘅小课啊？我有一个家婆，摩托果树，唔是事，唔过佢当聪明咯。你讲过，你讲佢摩托果树系因为冇下当苦，唔过咧佢系个很多糖、多群、多学习嘅人，还有啊，还有让人哦当生气嘅，你爱家婆有咩爱家婆，爱比下了解啲。哎呦，你透过你是啲啊，大白你讲农家家婆啊，我都会当相机啊，所以说你唔系穷人讲，你同你透过你根本你系咩以为讲乜嘅家婆嘅生气故事，又系讲乜嘅生活嘅经验啊？我家婆嘅人生经验多咧，佢从头挂啲最顺嘅一句话就系：婚姻自信不可污啊！佢宁可相信自家，不过咧婚姻自信啊也不可要啦。我家婆讲啊，佢讲叫佢嘅老太就系爱叫公咩，叫佢嘅好朋友啊，从小教到大，作强挑扶养嘅，喊我啊脑内唔识数。杨生英有一摆啊，朝廷去南庄风魔馆，群山独起啊，摘兰花。杨生英喊啊喊的啊，哎呀，快睇咧，就拄到一条大蛟蛹啊！好呀，大蛟蛹啊，上几头啊，触点就过来啦。我求公啊，看下到，你那强硬就昂起去嘅，就看夾朋友啊，啱先苦下來，就個海底啊，塌起來咧。我求公啊，就問佢講，哎呦，你做紅腳啊，咪做唔樣叫用？忙啲啊，夾朋友就講，我又唔係攞叫用比，我是做比一下腳就拉了。講下聽，啱先就咻，就到兩腳都搭住，嘅我求公，做冇兩步腳啊！就跌到撲我天下去咧！哈，香港係老奶唔捨手，從細強下教導大家朋友。你看禮拜看咗幾個見面冇咧嗬？唔講你透過我口講最尾形容你啊，要偏愛冇啊？哎呦，你又按切哈，就係愛口講冇事情做咧，偷愛到長啲兩件事情嚟啊！愛口講嘅朋友啊，冇了解教育嘅特性，也教育啊。對外天通為這位東西啊，鐵皮要嫌棄，你做一腳啊，佢就對一腳。我冇見到你啦，大家上山去簽啊，哼，嚟簽咪到，就簽到一隻海定嚟啦，喺海洋啲偏美就係冇塌陷嗰隻海。咁我看來呀，口講嘅潤時當好哦，咁我係咪講？你係好了解嘅教育嘅特性就做得啦。哎呦，了解教育嘅特性做乜嘅？了解人心較重要啦。有人講呢，我家婆有講啦，有一對男兒啊，青春男兒，當當啲嘅熱烈，楊生英聊你嘅世界，就朝廷啊出去聊，去崂山花哦。當然啦，張淑士嘅男兒啊，當然喜悦冇嘢為所越好啊，就唔多啲啊，見行就見穿山哦，哈哈，何時唔是啊？殺到咗一條大蛟蛹，好嘅蛇啊！一看到蛟蛹，啱先啊，喺蛇尾講一腳走就越腳越好，嚟撩下來，嚟嚟演菜機，嚟嚟對付機，講下睇，啱先就係跌到破天下去，然後蛇尾看下到非常嘅感心，佢點走以前啊，喺度唔排你講，你係誠意哦，你係誠意嘿，我定意做啦哦，你透過你講嘅係真實嘅假嘅啊，又係講你自家編嘅啊，冇人家婆，你咪拄到按到啦教育有關係嘅故事咧，實在係都有意思。又係講你自家係個男主角啊，你講嘅係真實嘅，大概誰妹也強人王咧。我講嘅當然係真實嘅啊，係哦，講到人王啊，我家婆啊，佢要講咧，佢講啊，寧可相信自家，婚姻自信啊不可污，佢講啊。你牙齒啊，棒就係自家棒較好哦。不過你咪要可能啊，因為頭擺嘅人好苦，所以從頭為自家棒牙齒。按樣冇聽做啲身體唔口，又係講舌口啊。唔係哦，我家婆唔係為到錢哦，佢係為到啊，體擺本牙科醫生棒牙齒哦。棒到不得不親，你就開始個，佢研究啊，我自家棒牙齒每本牙科棒啊。有話度講啊，講緊體份街路行，有一件新開嘅上牙齒課，嘿嘿，我家婆啊，佢嘅牙齒蛀起去，佢體擺上去本牙科醫生嚟幫，
一方面老去陈老热，嘿，忙地啊，你辛苦的牙科医生，去提白准时老人学办牙齿，该书哦，格准啊，比差啦。老牙科的牙齿啊，办下来以后，哦，因为书啊一准啊，该牙齿啊，它跌到好脸好地袂去咧，你看啊都，哎呦，肉甲酸哦，哎呦，当排泄哦，哎呀了哦，啊个镜头哦，俺奶母，你会杀去请个好脸科的医生哦。吼，爱食补糖啊多，眼屎啊，好金冰冰的，去请个啊好脸科的医生。那就因为俺半夜去啊，跟牙齿啊跌喊卡亲去，啊去到该位啊，那好脸科的医生一看，哎呦，俺没法度哦，你牙齿啊已经跌到胃底袂去咯，你最好啊去请个啊个胃创科的医生哦。哦，3年差向啊讲，尤其个胃创科的医生。医生啊，用个血光线，然后佢啊详细检查以后，嘿，发觉到个牙齿啊，摸啲胃底袂堵，有人牙科讲，你啊杀咯，牙齿啊跌重心咧，你夹啊，去请佢啊切创科嘅醫生。啊，原來安樣，咁樣食破落眼倒水咧，安樣啲咁懂得掉？就會懂掉。cái 三明菜差錢哦，就唔啲錯體去倒哦，好不容易啊！總算最尾啊，撲到個手術台等袂去，個切創科的醫生哦，用內視鏡哦，落去詳細檢查，嘿，冇去叫啊，就躺到倆身上啊，飛上來咧，叫阿妹啊，伢倆會用來上一支牙齒，你係殺去請牙科醫生放腿走走咧。啊，你聽講，你講嘅係真實假嘅，冇嚇死我咯！不過啊，你聽講啊，你講嘅兩種嘅小可啊，我每次談過一陣，講有個人佢讀書當堂係俾醫生看，跟醫生講係薄膜讓會開刀，結果是開刀啦。不過3度後，連佢嘅毛瘡啊體能腳體咧，唔單止係咁樣哦，該開刀開好咧啊，咁啊該剪刀上留到該讀書讀啊，記得拿出來咧，真是嘅唔啲小啊好，又係講叫啊好，不過咧。其實兩是係一隻小可甜甜，但醫生嘅透露啊，食材係當辛苦。好咧，兩是見本日，你透過帶來嘅小可。講講笑笑，時間過睇當家，呢個節目到呢位要到結束咯。希望觀眾朋友要加入呢見本日嘅節目。咁個觀眾朋友，你睇下，你講講已經完事團咯，對見本日開始，到禮拜3下午睇9點都有非常精彩好看嘅內容，所以冇唔記得咯。下週禮拜3下午睇9點，我記得準時收看呢個，你睇下，